公眾碼頭唔單止係村民往返屋企嘅必經之路，仲可以聯繫城市同埋大自然，成為市民探索郊野、親近大自然嘅重要起點。發展局喺2017年推出改善碼頭計劃，目的係提升新界同離島偏遠地區公眾碼頭嘅結構安全同埋設施水平，等市民喺更安全、舒適嘅環境之下出行。計劃涵蓋嘅23個碼頭入邊，已經有10個完成工程並投入服務，係推動社區發展同南陸旅遊嘅重要里程碑。呢10個碼頭分別係位於南丫島嘅北角、西貢滘西村、糧船灣、大埔荔枝莊、深涌、三門仔、沙田馬料水、大嶼山二澳、東涌馬灣涌，仲有馬灣嘅石仔灣。土木工程拓展處都會聯同相關嘅部門，通盤考慮公共安全、交通暢達性、地區訴求同埋環境等多方面嘅因素，並以人為本作為設計同埋工程嘅取向，務求令到每一個碼頭都切合市民嘅需要。舊碼頭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登岸設施嚟嘅啫，啲船咧埋到去咧就用船頭泊埋去嘅。其實咧一有大浪咧就好危險啊！咁新碼頭建成咗之後咧，其實咧而家又大咗啦，又闊咗啦，設施又好咗啦，啲船咧亦都可以打側泊埋去，長者上落咧安全咗好多。咁所以咧居民咧覺得呢個新嘅碼頭咧，令到佢哋嘅生活質素咧馬上提升咗。我哋工程團隊好重視持份者嘅意見，尤其是係長期要用碼頭出入嘅村民同埋漁民。所以喺規劃前期，我哋除咗喺現場視察之外，仲會同地區嘅持份者定期會面，聽下佢哋嘅意見。咦，村長，以大埔三門仔村碼頭為例，新碼頭提供更安全、寬敞嘅泊位，既便利村民日常出入，亦都成為咗社區聚腳同埋聯繫嘅公共空間。工程團隊都因應村民同埋漁民嘅意見，為新碼頭設置咗浮動平台同埋傳統梯級，以照顧唔同潮汐水位同船隻類型嘅泊岸需求。如果係冇呢條碼頭咧，好似漁民啊或者其他嘅避風塘呢啲上上落落，亦都冇咁方便。因為我哋嘅舊碼頭咧又短啦，又窄啦，同埋咧嗰陣時咧水退嘅時候咧又麻煩啊。咁而家 OK 啊，前邊再加埋一個浮台咧。水退嘅時候咧，架船都可以泊到埋嚟啊！啲老人家上上落落都好安全，因為有晒扶手，有晒各樣嘢嗰啲咯。有啲人行完之後咧，翻嚟同我哋講：喂，條碼頭好靚喎，啲壁畫佢畫得好靚喎，亦都好真實喎。我哋都話俾佢聽，因為呢個咧係部門幫我哋悉心安排。工程團隊亦都同村民一齊構思咗新碼頭嘅壁畫設計，既美化咗後船嘅環境，亦都加強咗居民對社區嘅歸屬感。除咗三門仔之外，滘西村同糧船灣碼頭都增添咗有地道特色嘅壁畫，展現咗沿海社區嘅文化特質。當中糧船灣嘅改善工程更加係對傳承傳統節慶起到關鍵嘅作用。舊時碼頭咧就好短啦，即係得一個泊位。咁你天后誕或者做活動嘅時候咧，排2粒鐘都未上到岸。當日咧會有50-60架船啊，嗰個開運程度咧大概會有3000人以上啊。當然啦，今日係最旺嘅，應該我估緊嚟緊年最旺，因為有條新碼頭，我同時間會一齊落4隻5隻，應該我覺得暢順同埋安全。以前個碼頭咧，我都怕會擱淺浪住個底嘅。咁而家咧，我揸船嚟咧，好安心咯。個碼頭設計得好好，比我想象之外靚好多。即係我哋開會啦，都有講過啊。聽日出巡要比較高啲嘅，所以我哋個碼頭係同埋咧同你哋開會咧，你哋都好聽我哋嘅意見。碼頭除咗服務村民，亦都為市民參與生態同埋文化嘅旅遊提供咗一個重要嘅支援。馬料水新渡輪碼頭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馬料水新渡輪碼頭係連接荔枝莊同深涌等地質公園同多個熱門郊遊地點嘅重要樞紐。改善之後咧，呢個碼頭嘅設計更加現代化，等市民喺等船嗰陣都更加方便。同時，新碼頭提供多2個泊位，有助分流原有馬料水渡輪碼頭嘅船隻同乘客流量。嗱，我一向都好中意行山啦，同埋亦都好中意啲水上活動嘅。
其實香港咧，我哋有非常之靚嘅呢啲海岸線啦，同時嚟講亦都有好多一啲嘅離島啊，一啲嘅小島啊，係冇陸路交通去到嘅。馬料水嗰個新碼頭已經落成咗啦，深涌、荔枝莊嘅碼頭亦都係落成咗啦。其實呢啲正正就係開拓水路嘅模式，令我哋嘅市民同埋遊客咧，可以能夠去感受到我哋吐露港同埋印洲塘海岸一帶嘅優美嘅景色同埋好獨特嘅地質。呢啲咧就正正就係話有個碼頭配套，就可以能夠產生咗好多個可能性，可以令到旅客又好，市民又好，嗰個體驗可以能夠更加豐富。團隊引入創新科技，應對複雜嘅海洋環境同極端天氣，藉以提升工程嘅效率同埋安全。以馬料水新渡輪碼頭為例，工程團隊配置咗計劃入邊最大型嘅浮動平台系統，等輪椅使用者同有需要人士喺不同潮汐嘅環境之下，都可以平穩安全咁樣登船，體驗無障礙出行。進行碼頭工程嘅時候，我哋要克服偏遠海域施工嘅限制，於是喺唔同碼頭都應用咗大型預製組件，配合先進數碼科技，同時透過 BIM 喺工廠預先模擬安裝工序，確保組件喺現場可以精準接合，大幅減少傳統喺海上工地釘板、紮鐵、落石屎嘅繁複工序，縮短施工嘅時間，減低對周邊海洋生態同村民日常生活嘅影響，同時提升咗施工嘅安全同碼頭結構嘅耐用性。工程亦都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頒發土木工程卓越獎嘅優異獎。展望未來，發展局會繼續按基建工務工程嘅優次同埋整體部署，有序咁推行餘下嘅項目。長洲嘅新西灣碼頭、大澳公眾碼頭同南丫島榕樹灣公眾碼頭，預計會喺今年完成改善工程。而西貢嘅麻蘭忽碼頭同大埔嘅榕樹澳碼頭就預料喺明年完成，讓市民喺更安全、便利同具特色嘅環境之下，走進香港嘅海岸、離島同埋郊野，一同發掘香港嘅多元魅力。